93年，民独立风采促成青衣水灾安阳村的灾情，中央政府通盘检讨治水计划，开始用全流域的概念综合治水。经过专家学者的评估，用无害流域来做优先推动的流域。就水利署第3河川区所划设的河川治理线，县政府会进行土地使用分期检讨，为到强清平常实体耕种的土地，会变作河川期。南投县国乡乡港林村最近都有24倍乡亲留守疏导为县政府的公文，通知土地所有权人配合水利机关变更河川区域。到个时，也群乡亲的私人土地会受到河川法严格的规范。国乡乡亲非常反弹，伊们讲爱挖一个河川治理线，唔单止无先通知伊人，也无开说明会，完全唔合乎常识。故所联署抗议，爱争取伊人自家的权益。打造唔过37度暗高温，工作人员都给土输用的饮水。国新桥顺风的亚球铁喺河川业，家务卡尼都亚港中的一下讨厌的机。从我阿公、爸爸还有我，而且我在这边住快50年了。地桥背温水都红的了基村，唔过安年的天时，呢个治理作物，也计4亿100万元用地管方式来种的太头马豆。所以我可以省很多工。我跟我太太2个人夫妇就可以做成这件事情了。1年是做2座，目前是1年2座。当然是天气越热的话，它的价格是越好啦。也贵太偏呢，本地农民安身地面的盐埔，才形成一种公文改变态。也部嘅加美纳尤其下市的民众接到县政府的公文通知，当地必须要配合水利机关杀害石油梯，本人放入河川梯。这一次被划成河川地，就是6月13号那个县政府有寄一张通知单来告诉我们这样子。阿爸港中都掠新闻宣言呢，掠不变到河川区，当然对自家个权益不会输顺多。我们就是要慎重嘛，就是说它改为河川区，它当然是对民众的权利上未来会有所影响嘛。那因为事关在我们整个县的县民的权利，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公告的时候，先通知民众给他30天的时间，让他们表达意见嘛。有关乌溪它的河川区域线它其实在省政府时代，民国79年省政府时代就已经公告。那在97年，因为它乌溪治理规划。那治理规划它有治理计划，所以说那时候就遵循这个治理计划里面的用地方案。我们这一次是因为103年做局部变更。河川局讲，县政府时代就北有河川区域线，93年的民独立风采带来青衣水灾案例后嘅灾情，中央政府通盘检讨治水计划，开始用规条河坝嘅概念来整治。故作经过专家学者的评估，县都无害流域的取通。如果说那个72水灾那一边那一次水真的很大，但是离我们这边还有7、8米的高度啊，所以说什么排鸟风这个比较不能接受。政府叫样来做，当然叫部分爱人来挖了就河川区了就，对我来讲是冇乜问题啦。不过佢爱挖的以前叫人来讲。我来讲啊，你挖到那搭的方，也影响有用的，本来就低，安怎有意思啊？那因为这个河川区的公告，当时的程序是，由公告完以后会送县政府图说公开阅览1个月，当时也没有所谓地方说明会的规定啦。一个水系这个公告治理计划河川区涉及的土地签署往往是好几千笔，那也不可能说一一通知到了，这个事实上有很大的困难。一户一户的土地无按简单，不过特别土地对农民而以自己种到了实作的。101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告诉我，因为那时候我刚好买就是路旁边这一块土地，而在新建温室。那时候河川警察就有告诉我们说，这边属于河川区了，所以叫我们温室不要搭这么出去。没想到这一次6月13号这一次，就是县政府重新再告诉我们的那个河川区
画线已经再把我们盐伸进去里面一点，这样子。就是比较扩大了嘛？对对对，比较扩大，而且扩大好多。他事前都没有通知我们。土地所有人他在利用这个土地的时候，例如说要跟政府机关申请的时候，他土地开发都要涉及一个敏感区位的查询。河川区域其实都列在这个查询的项目之一啦啊。民众这个有关自己的民众的权益啊，这个其实你在开发这个土地哦，你都要去了解啦哈。河川局跟水利署啊，他们太把过去的这种威权政府的便宜行事啦，因为这个地本身是私有地，然后我要做你使用权的转移，本来就应该逐户的沟通的。不过，也个题目定了，行去农牧用地，并无注明系河川地，根本无奈查稀释。希望河川警察局嘅警告，韩国县政府嘅土地公文，河川业也唔会伫港嘅3趟以内两甲地变作为河川区。对河川局就讲，头摆就是发公文本南投县政府公告土地使用分期变更。民众陈启刚还是在国庆复案的对岸，那其实基本上他还是依照。还是维持这个90年的公告的河川区，它没有做变更啊。但是因为当时县政之后没有随着做，使用分期的变更，以至于让民众误解。水利署虽然有把它的一个资料送到我们县政府来，但是有某一些区段河川的一个河段它有一些需要再进一步的检讨，还是做进一步的一个变动的部分所以他们认为说暂且要暂缓办理。我觉得这个光是在解释上，它就已经是便宜行事了，因为我很难想象，就是说他语法没有一一告知，那很可能就是国家的高位权力，比如说是征收的时候可是这看起来并不是啊，我们也必须要针对它，它依据的法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来检视。南投县政府提前出讲，也把嘅土地使用分期变更，包含嘅伫雾海送一啲南港海、韓國梅海插拔河嘅保地鎮、霧海流域嘅草屯鎮也3期，總共有200人嘅地主。不過對呀，就連保地鎮鎮長都唔了解。埔里的梅溪跟南港溪的河川区域检讨的时候，我们也在当地在埔里也办了地方说明会，但是因为我们的发文都是由县政府转支当地的乡亲来参加，但是这个地方说会当时大部分只有部分的里长有来，民众当然没有来，所以这个实行上事实上也有困难的。所以说这个都可以查，不是用嘴讲的说，我有讲要开，我有通知要开，结果你来的人无多。那如果说三合局真的他有尽到告知、公告、通知的责任，那结果地方来的乡亲少，那责任就不在河川局。那所以镇长对这件事情知道吗？我坦白讲，我不清楚。不过无论是政府哪个部分出问题，市民都要被喊起600箱。说我的这个私有地啊，我被你划入行水区之后，那好，你说你还不使用不征收，没有就没有所有的征收补偿的部分嘛？但是我请问啊，那你现在今天这个月帮我划定下去之后，我这一块地有使用上有没有受限？第一个，我的种植类别啊，有没有因为行水区法来受限？划为河川区在目前跟不划为河川区，在我地政单位来讲，我们完全是依照它的一个用地类别来做管制嘛。假如说是你农牧用地的话，当然是种植你的一个农作物为主嘛。按你假如说是林业用地啊，当然是那个种植那个林木为主嘛。你说它未来划分了河川区，但是它的使用地类别并没有划分啊，并没有在做改变啊，所以在我主管的法规里面，对他们并不影响，并不会对他们有所裁罚。依照水利法河川案，这必须限制使用了，这个也请民众多担待，这规定是这样的啊，主要是为了水道防护和防洪的安全啦，这也为了大家公共安全的问题。港中的建议受到限制，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农民的收入，不由限卡就此被批通么呢？这个土地担负了2个功能，一个是你自己要种农耕，不管你要种小麦什么的第二个是你要承担公共的责任，也就是我的河川有时候如果大水的时候可能会淹过来，那在这个淹水的时候，他们是注意到它的地役权，
所以针对这个地役权，就是今年有什么样的损失是要给补偿的。那我也希望呢哈，政府能够编列预算，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因为河川有时候要这个所谓疏浚，那疏浚呢有些的沙石，它可以换卖，得到的一个利润，是不是要成立一个基金？那这些的经费呢，作为我们这个征收土地以及河川的治理也会用。对呀，河川局讲并无补偿批土，不过村民喊卡咩唔记的是，帮伊河川期的标准系嘛解，用被控制河坝原名所长太慢咯。涉及到管理治理有3条线的，管理就是所谓的立线，所谓河川区域线的。那治理的部分就有2个线，一个是红线，一个是黄线。红线就是用地范围线，水稻这个是黄线啊。那所谓的体育房，97年它乌溪做治理规划以后，它依照治理规划的用地水稻资源用地范围去调整变更它的河川区域线啊。那后面因为有陆续有堤防复案施作完成了，国信复案它施作堤防复案以后会把调回来到用地范围线。那这边原来划河川区的部分土地就解除列管了。也就是讲，103年过海水呢，主要河坝的有树上过新的坡，韩国插坝河梅海左树上向山桥送接的坡，都加上后些嘅，故作有的是有天就会解除河川区域的管制。护岸是他们河川局做的啊，我们也可以要求说，这边的护岸一视同宽这样子啊，你们跟我们护岸做起来，而不要把我们的土地一直划进去河川区域线里面啊，而且你们这边都从来没有疏过浚啊，对不对？替代本河坝水建棚建过，为了桥墩那带贴拍高压力，桥位就不安全。也特别是国新桥，系国新乡13村主要的道路，因这河坝有树上长期都墩的动动沙沙，蔡天日曾经的几下摆恶起钱，一直都无改善。村民就建议河川局唔起钱，而控台河川区也是清采应付啊。河川里面其实树木它是一个风枯期，它本来变化多样变化，因为这个议题要讨论实在很多人，因为 NGO 团体或环境保育的人觉得要维持生态自然保育，这个是动植物的休憩的环境。至于你的职责，你要做什么？那容或有人给你质疑，你也要去好好的解释啊，而不是自己去架空说我会被质疑啦，我会怎么样，我不爱走啦。我觉得那其实是在把一些他该做的事情给推卸责任啦。面对安德的争议，河川局讲，不地半夜的盘体放水免费，和本村民来表达意见。不过现在还有机会啦，因为我们的水利规划社目前在做乌溪的治理或就要检讨啦。8月份会办地方说，你可以在里面充分表达你的意见啦，他会纳你治理规划检讨里面的去参考。不过村民受骗的，半夜的正要开公堂会，造就高铁的3成的广告期限，都直接都听错嘅内涵做点物解。不过我你咧比较迟疑的所在都会，可能对我七家嘅农保有关系，佢唔敢人係講人農保，變海敗嘅災損，風災啦，水災了就財損，為影響無佢哋哋攏唔敢人保證啦，所以好都每下將會打連數打兩種嘅檢驗數出來。村民講，國土規劃係邊度防檢查波太水家下，我要行卡把地防風機，也就係講我要行卡同位素材來別行水，也係共同利益。天初早地討論，不過也都希望政府真見愛同也都討論，唔係像也係安呢。人民好點點嘅發現，自家土地本然劃作別的用途，而用連署嘅方式來表態訴求，政府爭起來談也都會生。